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施凯文。原定民国119年完工通车的高雄捷运小港林园线确定延后，因为中央拨款及工程招标等问题，将延后到123年才能启用。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表示，目前工程整体进度约10%，时程都有按照计划进行中。高雄捷运小港林园线完工时间确定再延后4年，起因是中央捷运建设补助款短少103亿元，而第二阶段土建标修正计划也尚在行政院审核，让在地议员担心完工时程将遥遥无期。高雄市的捷运的中央的补助款又减了103亿，光是这个减了103亿，那我们这个第二阶段还需要304亿。那这一笔钱怎么办？那以上呢这些进度来讲，是我们呢已经在这今年的预算里面呢，也非常谢谢财主单位来协助我们呢，用所谓的借资的方法来先垫。那中央政府呢，我们也有跟这个也要详细的跟他谈，你欠我的103亿，这是已经正式核定的，你一定要给我。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一起，市长也带着我们会再继续去努力，我们有信心，而且工程进度不会落后，那持续的是继续往前走。那么只不过依照这个我们的进度呢，依照这个同时呢，就是由原本的这个时程呢，我们会把它修改，因为到达到119年，本来是希望到115，那现在可能到110，本来是在116，那可能我们就要预计123年这个时程是大家必须要谅解的，因为有这个财务中央跟我们的这预算的差距，但是呢，我们的进度目前都还在掌控中，而且呢10%，目前的总进度10%。高雄捷运小港林园线全长11.59公里，设有6座地下站体及1座高架车站，原定将于民国119年完成通车。如今虽然预支款项完成发包，但修正计划及剩余款项都还在中央，完工日程也让人担忧。现在捷运林园线原本当初在陈市长他送中央核定计划是119年。全线通车，现在还在走修正计划，要把后续的从凤鼻头到林园的土建标的304亿的缺口，要来做一个修正计划的争取。可是到现在已经行政院都送行政院了，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非常担心，万一如果这一笔钱没有的话，那以后小港林园线只能通车到凤鼻头，那对整个林园区来讲，那是一大侮辱，因为整条小港林园线是要兼顾到主要是林园区的一个通行的方便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质询，也要求陈其迈市长再积极的跟行政院这边来争取。赶快把304亿元的第二阶段的土建标的一个经费，赶快修正计划核定，这样才不会有工程 delay。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也承诺将持续与中央沟通，取得剩余款项投入工程施作，而土建标修正计划近期也将公布结果，整体捷运工程进度达成10%，有望依照现行公布的123年完成通车。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2大重要车站的招商频频流标，其中凤山车站开发大楼也4度委外招商失利。在地的立委协同交通局与台铁讨论后，决定将仿照日本新干线的做法，在凤山车站设置全国唯一台铁直营便当观光工厂，要带动招商。高雄2大重要车站招商接连流标，其中凤山车站开发大楼也4度委外招商失利。立委许智杰协同交通局与台铁讨论后，决定将仿日本新干线的做法，在凤山车站设置全国唯一台铁直营便当观光工厂，带头招商。危机就是转机，我们现在也讨论出一个新的方案。日本 JR 新干线，他们是铁路公司自己经营在地车站商场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初步决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凤山车站将来要变成台铁便当观光工厂，在所需的工厂跟商店之外，在我们整栋大楼会再做其他的招商的动作，就是由我们台铁公司自己经营那我想这个是个好消息。那未来跟三井百货公司跟台铁观光便当观光工厂正好可以互相加成，到三井去，到我们台铁观光便当观光工厂来，
到我们这边来，也到山景去啊，所以就变成可以互相加成的效果。所以我们也乐见这样一个方案可以在凤山车站实施，变成全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车站。立委强调，危机即是转机。日前台铁便当节举办时，带来满满的人潮与商机。现在台铁想要拷贝一样的模式，在凤山车站设置便当观光工厂一搏，未来是否可行，也引发地方讨论。可以啊，很棒啊，就吸引力可能会比较足一点。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更方便啊，然后就比较多选择，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很显眼这样子啦。特区不错啊，这边很好啊，凤山区来讲说不错啊。这个想法非常好，这个概念非常好，可以促进帮助这个观光旅游。台铁的那个便当观光工厂，对，那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铁道迷啊，或者是大家回忆这个来坐地铁、坐高铁就会有一个便当可以吃的那个，非常的棒。新的尝试啊，或许可以试试看。它是用观光工厂的形态，而不是用一般的那种类似像自助餐那种方式。那这样的模式或许可以经营得起来。如果说就是有增加一些汽车、机车的停车场的话，那或许这个观光工厂就是能够带动火车站这边的人潮。凤山车站招商不利，将来还有日商拉破竞争，设置便当观光工厂后，是否能化竞争为互补，扭转劣势，值得观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乱丢烟蒂的案件层出不穷，环保局统计裁处已经超过4000件，开罚的金额高达500多万元。其中凤山、三民与苓雅区是热区，尤其在三民区的部分路口更成为乱丢烟蒂的重灾区。民众骑车点着烟，等红灯时，烟蒂随手一丢，以为没有人看到，但其实已经被环保局的监视器一根一根的记录了下来。荷包里的钞票也一张一张的变不见。高雄市今年以来乱丢烟蒂裁处了4000多件，总计开出了526万多元的罚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7%。统计114年至9月，乱丢烟蒂裁处4191件，总裁处金额526万余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28件，约5.7%，金额增加约26万元。呼吁市民朋友不要乱丢烟蒂，破坏市容环境。违者将依非轻法27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如果以行政区统计来看，凤山区裁处了747件，罚金94万3200元，位居第一。其次是三民区603件，以及苓雅区的539件。但即使开罚案例增加，随意丢弃烟头的状况依然是层出不穷。不够，我觉得不够。为什么？因为路上还是一堆抽烟的啊。像刚刚我就遇到一个啊，有啊，楼下就有了。平常都会看到这样。对，你看现在这路上就很多了。像是三民区正丰街和包中街的路口，开罚件数全市最多。来到现场就可以随地看到烟蒂。环保局指出，因为该路口临近 KTV 以及游乐场所，才导致开罚案件比其他地方还多。但乱丢烟蒂的情形，也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后面那个 KTV 的年轻人，晚上都会来这边逗留，然后就抽烟就随手乱丢，瓶瓶罐罐都会丢啊，再花盆，然后我们还要自己去戴手套把它捡起来。透法度啊，伊特别等你法度。迄种的都无意思，迄算唔知影卖黑白带，迄个大细人啊，知影讲卖黑白带。依规定，随手丢弃烟蒂可以罚1200到6000元的罚金。环保局表示，除了会加装监视器、加强取缔之外，也会洗手店加装置烟蒂盒，并且加强宣导，避免让城市街角变成了大型烟灰缸。记者双军高雄报道。基隆地标的太平青鸟书店营运租约即将到期，市长谢国良特别与都发处长谢孝坤、市议员宋伟立与郭美秀前往视察，未来将进行公私协力活化老旧校舍。说我们很感谢这个太平青鸟过去以来对基隆的文化、观光、旅游上面的贡献哈，我们非常肯定他过去对我们基隆的很多的帮助，包括蔡总经理本人。我都要跟他表示肯定跟感谢。再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也还是非常欢迎青鸟，太平青鸟来继续的来经营这个地方。市长谢国良首先肯定太平青鸟经营团队对基隆文化观光的贡献，也强调太平国小旧校舍的活化规划将秉持公平公开原则。
希望用多元开放思维来寻求最合适的经营模式。因为如果只是一个纯书店的话，也会替它的营收、替它的营业项目去担心它是不是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我们也曾做过其他的一个模拟，包括我这2天好像有看到议长有发言有提到说做青年旅社，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向可以来思考。跟大家报告，这个房子大概是民国57年的这个建造。那虽然在民国102年间有做一些结构的修复，不过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在市府在讨论的时候，业界们给我们的方案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住宿这边的景色非常的好，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是不是有可能由公家机关再去做这个公共环境投入，做一些准备。那准备好以后，他们才认为说比较有机会由这个业界他们来接手营运。可是这个补充一下，就是说，假如要做成旅社或住宿的话，就是政府要出钱整修，整修完再来交给民间，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对。昨天听到那个合约到期，我马上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地标 Kilong 在上面，对不对？因为我一直在催生一件事情，就是码头工人博物馆。我觉得我们要有个主轴，因为它刚好面临的又是海，又是港口，所以我觉得我们主轴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些复合式的商店，譬如说咖啡厅啊、餐饮啊，或者是说我们这边也可以少许的做一些日照，让这些老年人来上课之外，能够做一些东西，然后在这边卖。这个地方真的是超美的，博书里不能很管。那交通方面其实也很方便。那我是个人觉得要多元化的去运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标，就是很漂亮，然后交通也很方便。那周遭呢，我是觉得像儿童的游戏区后山那边操场的旁边都有很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去把它活化起来，是整体的，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就是太平青鸟这样子而已。希望就是说跟在地的连结度高一点，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进驻，然后可以跟在地的连结度高一点，那让居民的参与度也高一点。我觉得不管是说日照、日托、社规，那我觉得都可以想象。那我觉得短期的目标就是先不要让它闲置嘛。那长期的目标，其实在国外有很多案例，就譬如说是共生社区的部分，那有亲营共生啊这样子的部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去参考跟研究的。对，那譬如说如果是日托的话，那譬如说又有年轻人可以进驻，那这样就有一个亲营共居的那种想象。对，国小这边的路廊等等，其实我们都很关心，也能够希望做更多。那这边未来也有一个开发，我们甚至连缆车都考量进去，就是为了要打通这个地方很狭小的道路，一方面可以供来太平国小、基隆地标的人使用，甚至一方面可以让未来的开发有通勤使用的空间。市长谢国良最后强调，太平国小旧校舍的后续规划是否会秉持公开透明跟多元开放，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也让空间具备公共性与永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占地70公顷的澄清湖高尔夫球场已正式转型为国岭自然公园，并在国庆日当天开放，串联起澄清湖风景区、双湖公园等，总面积超过400公顷，成为都市中的生态绿廊，全面开放给大众享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国庆日正式开放，为全台首座由高尔夫球场再生的超级生态自然公园。一早，许多民众来到园区散步、慢跑，或是在原木座椅上轻松自在的休息。也有民众在国岭草坪上尽情拍照，并直呼这环境超棒，空气好，绿地广大，很开心高雄有这么大的绿地。有很好奇，因为我们从来没来过高尔夫球场，第一次来，因为进来以前都要有会员才可以进来。这边空气很好，然后绿地很广，空气很新鲜，很适合来这边散散步、健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觉得环境超棒的对啊，我觉得很开心，高雄有一个这么大绿地，
对啊，我刚刚其实是来这边想要先就飞压空拍这样子，对，就空拍画面起来超赞的，对啊，还好这个场地这样子，对啊。国岭自然公园依循原18栋球道重新规划，打造多样化的生态与休憩环境。高雄市长陈其迈强调，澄清湖高尔夫球场过去数十年仅属少数人能进入的场所，如今租约到期后，市府团队让这片美丽土地归全体市民所有，无论健行、约会或踏青，都能享受独特的自然生态。那今天同时也是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开园的第一天，好。那早上这个公园呢，我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民众也到自然公园里面散步慢跑哈高雄即将包括双湖公园国岭自然公园以及澄清湖等加起来面积超过400公顷，那这个面积是会比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那甚至比其他国家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这个公园这个面积来得更大。市府呼吁市民共同遵守规范，园区内禁止高尔夫等击球，释放爆竹烟火，并禁止宠物进入园区，让国岭自然公园成为最宜人的休憩场域。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新北市政府高滩地工程管理处主办2025新北湿地艺术季种子之旅，上周末在板桥新月桥下新海2期人工湿地正式开幕。市长侯友宜亲临现场，表达对艺术与环境永续的支持，和民众一同启动种子之旅，为活动揭开序幕。湿地艺术季展期即日起到11月4号，诚挚邀请市民朋友走入湿地，亲身感受艺术与自然的美妙对话。3、2、1。新北市长侯友宜与来宾一起浇水，种出象征希望的种子。新北市湿地艺术季种子之旅上周末在板桥新月桥下新海2期人工湿地盛大开幕。活动除了是展览，同时也是推广环境教育的平台，期盼透过艺术家分享作品理念，让市民朋友了解永续的概念。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受到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大家开始重视环境永续的议题，对此水环境的整治显得相当重要。这边大汉溪过去曾因排放工业与生活污水，生态环境受损，市府建设污水下水道及人工湿地，导入自然净化机制后，水质明显改善，如今已成为水鸟飞翔、生机盎然的绿色廊道。全球气候的暖化，以及对永续绿色环境的重视，大家开始谈减碳，谈如何多一些让大家呼吸新鲜空气的有氧，所以变成在水环境的整治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条河流、一条水域，代表一个城市有没有迈向国际。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污水改善了，废水大幅减少了，让我们自然的生态的机制的运作上，让人工湿地一个一个的恢复。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别指出，这片湿地对新北来说非常重要，除了是许多物种的栖息地外，湿地可以吸收空气中大量的2氧化碳，达到有效散热的效果。而湿地艺术季不仅是艺术展览，更是生态教育的平台。这次活动以艺术为媒介，结合音乐、市集、手作及生态体验，串联起市民与河川之间的情感与认同。湿地非常的重要，河川的整治非常重要。湿地是一个我们的肺一样，它可以储存，可以吸收大量的2氧化碳，让环境更优化。所以各位不要看今天的天气很热，有晚体温是36，但是坐在我们的新海2期的人工湿地这附近，那个温度就下降，起码差3度以上，这个温度就下降。所以有点闷，但是还不至于燥热到你留不住。这就是一个人工湿地的调节气候、减缓气候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高滩地工程管理处表示，湿地艺术季已迈入第6届，今年以种子之旅为主题，象征希望、延续与再生。艺术季自即日起至11月4日展出，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体验。新北湿地艺术季，赞！记者肖胜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近年来持续推动在地语言及多元文化的扎根，今年推出全新出版品《驻桃园10世界台语绘本》，并举办新书发表会，分别有大人版、小孩版及食谱别册，并延伸制作动画及有声书，透过多元的美食，打造多面向的阅读学习体验。为了推动在地语言及多元文化扎根，桃园市文化局特别邀请专业老师与插画家出版底头横假赛改台语绘本，并举办新书发表会。从大家喜欢的美食为主题设计绘本，里面分别有大人版、囡仔版跟食谱别册，并延伸制作动画及有声书，打造多面向的阅读与学习体验。希望透过绘本的创作以及结合这个美食绘本的这个概念来推广语言，也推广我们的美食文化。当然，这个美食文化里面就不是只有这个闽南族群的美食包括我们客家、新住民原住民等等各个面向的美食，包括我们的闽东的美食这个眷村的美食等等，都涵盖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讲的是台语的教学，但是呢，也是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认识到在桃园这块土地上多元族群的美食文化，进而呢，对于不同的这个族群文化有更多的包容跟理解。台语绘本是以桃园在地饮食文化为题材，不仅能随着绘本主角的步伐认识台语词汇，更能体会桃园多族群饮食背后的历史跟情感。还特别设计大人版跟小孩版，两本书还可以相互对照，十分有趣。这内容呢就用2种模式一部分呢，我们是请这个林立代老师帮忙用这个台语的这个书写的方式大概闽南语了嘛要台语所以它文字书写的版本是用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形式。那另外就谢宏文老师帮我们用的是这个一般的国语版的文字，那是大人版所以就是说大人手上一本书，小朋友手上一本书然后呢里面的这个绘本插画是2个不同的艺术家来帮忙做这个插画。那这样子呢也可以有一个从大人的视角来看这些美食文化，还有从小孩子的视角他的绘本更加的童趣来认识我们的美食跟语言大家用这个方式。绘本中特别设计大富翁游戏，让大小朋友在寓教于乐之中学习台语。未来也会跟学校合作入校推广，一起导读绘本。当中呢，还特别用这个大富翁我们小时候玩大富翁的这个方式呢，有个美食大富翁那这个父母亲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玩大富翁，一起认识到各地的美食，这样呢，这个寓教于乐增加大家学习的这个趣味。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有邀请许多的这个学校校长一起来尤其关于这个台语教学，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一份绘本能够推广到这个学校去，作为未来做这个台语教学的一个工具书。新书发表会现场也特别邀请绘本所介绍的美食店家一起同乐，并品尝美味料理。文化局也将规划3场绘本推广活动，诚挚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在美食跟语言的交汇中，一起学习台语，感受桃园独特的文化内涵。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您知道吗？南港区是台湾包种茶的原乡，如今产量却仅剩全盛时期的1/10不到。在地南港大坑茶山的女儿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理事长于淑萍，因此决定拍摄纪录片，将坚持传统古法制茶工艺与引进有机栽培的14位茶农故事，用影像记录呈现老茶师们的坚持与青壮世代的传承故事。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品尝南港的百年茶香。高龄91岁，从13岁起就开始种茶的茶师陈土城，至今仍坚持以手工揉捻茶叶，用古法制茶工艺见证南港茶山百年岁月。好在我那就咱揉茶，揉变，水啊慢啊，然后变啊，算讲有算讲较有香的，就是较。浓的较好吃啊！壮年之际，毅然决定返乡种茶的林书文，则引进有机栽种观念，希望在有包种原乡美名的南港茶山，可以种出高品质的茶叶，让土地活化，也让更多人爱上喝茶。从我阿公的自然农法，到我爸爸的惯行农法，到我自己想要创造个有机农法。刚好有机农法的学习，然后就跟我们南港茶叶配合，因为南港茶叶就是
包种茶的原乡嘛，所以说我就是用这种包种茶的精神来创造我们的园区的一切，让土地能够活化，然后让整个我们的那个茶的园区能够有一点真正的想说要怎么样去经营它，然后让它有一点让南港的这个茶叶能够更让人家知道我们南港原乡种的这种包种茶这样子。这是南港茶山之歌纪录片。身为大坑茶山女儿，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于淑萍期盼透过影像呈现老茶师的坚持与青壮世代的传承故事，让珍贵且独特的南港茶山历史能够记录保存。在2018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有帮淑萍拍了一支台北女儿茶的跟我阿爸宇顺先生的纪录片，所以呢，淑萍有一个心愿，希望也可以在2025年呢，帮南港茶师的这一些茶师们，因为他们也例行性都会在南港茶制厂做值班，那透过这样的纪录片，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认识他们。其实我们最资深的茶师今年已经91岁了，那也有硕士的茶师，像林书文茶师，那也有像铁观音达人余德根茶师，那也有像这个桂花包种茶达人杨志忠茶师等等的，大家在南港茶山都做很多好喝的包种茶。出席纪录片发表会的台北市采访局副局长王山中，除了肯定协会用影像方式记录茶师与达人的坚持及努力，也强调会持续透过游程安排及举办展售活动等方式，让更多民众接触认识南港包种茶的香脆迷人之处。旧中这一段确实是受到地形的限制，所以不像木栅猫空那边，相对来讲就变成是交通的部分，大车可以上得去。所以因为受到这样一个地形的先天条件限制，那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变成是会透过一些所谓的一些游程的安排，或者是一些活动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民众或者是一些小的旅行团能够到我们的南港旧庄包种茶的制造厂的部分去做，跟这些所谓的茶园的茶师能够交流跟切磋。那当然，相对我们也利用很多的一个展售的情形，包括我们圆山花博农民市集的部分，或者其他的一些展览的部分，包括建国花市的部分，我们都会邀请这些茶师能够去市集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品评跟一些推广。纪录片发表会现场还有品评活动，由专业茶师亲手冲泡，让民众透过嗅觉及味觉体验南港包种茶的独特风味。其中这位年轻茶师庄云琪是于淑萍的女儿，今年才14岁，从小就在茶山长大的她，也分享要当评鉴师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呢，我妈妈是个茶师，然后就说从小跟她一起学，然后或许之后可以考上评鉴师，是一个有一种成就感。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当同样茶种，但是你第一泡跟第二泡就是要分出来它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难，因为你要用舌根跟舌喉去分辨它的茶色。于淑萍表示，南港茶山在春天、冬天有包种茶，夏天则有东方美人，秋天还有桂花乌龙系列。加上南港茶山早期有采矿层及石灰层，也出产很棒的岩茶，无论何时都能喝到好茶。邀请大家到南港茶山，一口一口啜饮载满历史的茶香，品味茶农职人的回甘人生。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许多在外岛当过兵的民众都对于高粱酒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与喜爱，但是金门高粱酒辛辣厚重的口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金门酒厂特别在安平的游艇码头首度发表海藏陈高，这款酒是在台湾近海18公尺深海底进行为期约100天的海藏熟成过程，带出圆润的口感及独特的海洋风味。利用海下18米恒温、恒湿、避光及潮汐的自然力量，加速酒类熟成，并赋予独特风味。这项特殊的海藏方式，在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推行使用，而台湾就是其中一个。海底的深度大概18米到20米，然后它的温度要差不多是在我们20到25度的这一个环境之下，它才有办法去做熟成。金门酒厂这次发表的海藏特仕版，特别选用7年以上的陈高制作，
再加上100天海下环境陈化，入喉柔顺，风味独特。16日在安平游艇俱乐部举办首场发表，邀请贵宾率先品尝。风味有没有比较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哪边比较不一样？可以形容几句。战酒黑金龙基本上是窖藏3年啊，在坑道里面窖藏3年。那这次海肠呢，基本上味山公司它除了买我们窖藏3年之后，它又就是平陈，就放在瓶子里面再放了4年，所以这是在海肠的部分呢，至少有7年的一个这一个陈酿所以我们叫7年醇。金门高粱在海中经过100日的洋流律动、压力与温差作用，在瓶身上自然生成藤壶等海洋痕迹，让每瓶海肠酒都有独一无二的海洋签名，因此也让这瓶特窖陈高更有辨识度及收藏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北最强的3C 商圈再掀热潮，2025巴德3C Holiday 首播主题3C 电玩周上周末热闹登场。结合电玩、ACG 与动漫的潮流，串联巴德资讯商圈、光华数位新天地及3创生活园区约100间的特约商家，打造全台最强的3C 嘉年华。周周都有主题轮番上阵，从电玩对战、2次元偶像到动漫展演、购物玩乐抽奖，一次满足，吸引各地粉丝前来朝圣。请揭晓。启动仪式以时下最夯的盲盒概念登场，象征商圈惊喜无限、创意满载，也宣告活动正式开跑。2025巴德3C Holiday 首波主题3C 电玩周登场，现场3位表演者分别化身3C 电玩爱好者、2次元偶像以及动漫角色，以趣味走秀展现商圈结合科技与流行文化的全新样貌。巴德资讯商圈它的特色就是3C 资讯，因此呢，我们这次的活动也特别结合了我们的3C 的，不管是电玩，或者是我们的动漫，或者是2次元等，就在我们的活动主题里面去融入。所以我们每周大概都有订立一个主题。以这一周来说，就是我们的3C的活动。那另外下周就是我们的2次元，接下来就是动漫，最后在11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轴的活动，会串联整个3个主题呢一起来做宣传。那另外这次呢，我们以动漫这个主题呢，也特别也结合了我的英雄学院，也设置了我们一个打卡墙，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独享这个只有特别在这里才有的一个打卡墙的一个活动。活动现场吉祥物8哥人偶也卖萌助攻，还有奖征答，吸引满满人潮。现场展摊更汇集丰富当周主题摊位，吸引不同客群消费者到巴德资讯商圈消费同乐。消费者只要在特约店家消费后，携带消费凭证到活动服务台，在工作人员核对后，便可参加抽奖活动。奖项包含 Gogoro 电动机车、日本来回机票及 Switch 2等好礼，买越多中奖机会越高。今天很多人，就想说就过来逛一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想说有这个赛尔号活动，这样就过来参加。买了一个机壳，电脑机壳。那买了后，店员有提醒说这边可以抽奖这样。那另外这段时间，除了周周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现场有展演活动、现场有展摊活动，都在这边才可以享受得到的之外，那只要来这边我们的特约店家购买相关的一个产品，也都有一些小惊喜。包含我们的周周抽，只要消费满1000以上，又可以有大奖抽，双重抽的一个推动。那这也谢谢大家共同的一个推广，以及现场真的非常的好玩。所以呢，我们已经达到了单这一周就有达到创2000万的以上的一个登录的业绩。希望大家尽早买，尽早抽，而且我们的抽奖是可以累计的。这周没抽到，下周还更有机会。2025巴德3C Holiday 自10月4号起盛大展开，活动一路延续到11月2号。活动期间不限金额消费即可参加周周抽，满千更能挑战大奖抽。后续2次元以及动漫主题周，还有压轴主场周，也将精心安排多彩多姿的舞台表演、现场互动以及丰富展摊，为民众带来周周新亮点。记者李慧台北报道。为了行销推广基隆市的八斗子以及长潭里地区的渔村文化、海洋风情美食及文创产品，产发处积极争取中央农业部方面经费补助，特地在海科馆的广场举办名为“潮享渔光市集”的活动，借此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内外游客都能够来海科馆游玩时，一并认识了解基隆农渔村的文化。
在市政府产发处长蔡富宁和业者陪同下，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在摊位上烤起基隆在地业者研发的香肠，也参观了解，并且直接购买懒懒的衣服和用名为鼠狼的植物染色的可爱针织花枝，更购买业者研发号称一滴解酸痛10秒有效就可以发挥舒缓作用的精油，让业者直接推拿肩膀。而不管是社区或是个人，每一摊业者们的创意和努力的产品，都让副市长邱佩玲感动和爱不释手。用在海上作业的浮球。为了行销推广基隆市八斗子以及长潭里地区渔村文化、海洋风情和美食及文创产品，市政府产发处积极争取中央农业部方面经费补助下，特地在海科馆主题馆广场举办名为“朝享渔光”市集活动，邀请海科馆主任、基隆渔会总干事以及立委和议员们等人共同参加，借此让来自各地的国内外游客和民众都能够来海科馆游玩时，一并认识了解基隆农渔村的文化和各种美食及文创产品。所以这次呢，我们结合了周边的八斗子渔村跟长潭渔村，然后也结合了基隆市的在地的伴手礼，来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朝享渔光的活动。那除了这个现场有些市集之外呢，我们在现场也有展示了这个体验，还有整个八斗子历史故事的一个历程，让大家去感受八斗子的今生前世今生。然后另外也有强调这个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也开了这个永续的这个手作坊。那让大家来重视这个环境保护的议题。那另外最后呢，在这2天，我们在这边都有很精彩的表演跟这个市集，来自我们基隆的伴手礼跟农渔村的这些特色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因为海科馆就在2个渔村的中间。那旁边有2个渔村，那渔村里面又有很多文创，那以及那个我们可以就是经过创意所推出的一些产品啊，像我们有心肝宝贝啊，那也有我们的飞软香肠，那也有更有特色代表基隆的石花冻。副市长邱佩玲更希望借由朝享渔光市集活动，让政府推动的农村再生计划可以留住更多年轻人在地发展，接手产业和文化，透过文创改造农村和渔村，让整体生活以及环境更加提升。其实农村再生计划，我们要的是留住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需要的是把在地的所有产业可以做起来。那事实上，大家看到的，连包括这个浮球可以做成这么可爱的一个艺术品，是非常不容易的。怎么样让年轻人可以留在这边，这个是市政府的责任。那我刚刚跟他们在沿途这样聊，其实有很多的平台，是不是平台有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予以协助，让他们的量更大。譬如石花豆，如果我们知道有团体办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引荐他们送过去？那包括这个很棒的精油，我们是不是可以当成送礼的商品？我想，身为一个市政府，所要的是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每一个年轻人愿意回到基隆，贡献他的所长，把他所希望当时生长的地方，可以让全台湾更多人了解他的文化。朝享渔光，基隆好棒棒，赞！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铭传大学桃园校区的艺术中心近来邀访到被誉为建筑界顽童的英国建筑大师彼得·库克爵士进行个展，透过手绘的作品探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不仅展出2幅为台湾创作的限定作品，还有 VR 体验，让观众亲身走进画作世界，品味大师的建筑奇想。展览即日起展出到10月23号，欢迎大众走进铭传，共享这场国际级艺术飨宴。铭传大学近日迎来英国建筑大师彼得·库克爵士在桃园校区艺术中心举办个展山室，展览以缤纷色彩和奇幻共图的手绘画作，探索建筑、自然与城市之间的边界。铭传艺术中心综合馆馆长李之瑜指出，现场特别展出库克为台湾创作的限定手绘作品，都展现出大师对台湾城市的细腻观察和独特想象。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Sir Peter Cook 他来到台湾做他的巡回展出，那不是只有在亚洲的这个一个城市，而是他也有到了韩国，然后当然台北这边是他的另外一个点。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可以让他延伸到桃园我们的铭传艺术中心做展出。那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他特别为了台北。还有就是等于是北部以及东部或西部，他画了2幅只有在台湾限定的作品。本次展览更首次推出 VR 体验，让观众能走进画作，亲身感受建筑和空间的奇幻世界。李志宇表示，这是先前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时无法呈现的内容，很荣幸能结合学校的科技设备，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沉浸式观展体验。Sir Peter Cook 他非常的期待，希望可以播放他的 VR 的版本。那比较可惜的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在当代艺术馆没有展出 VR 的版本。但是的话，因为铭传大学我们在2017年有成立了 VR 整合研究中心，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目前的负责人。那其实 VR 整合研究中心的话呢，它是可以将空间转换成虚拟实境的一个视觉。那Sir Peter Cook 其实知道了后，他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他也提供了他的 VR 的这个内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其实戴上了 VR 眼镜，就可以走进去这一个作品的这个真的虚拟实境的世界。这个 Sir Peter Cook 他自己去真的亲自去监工，把这个世界怎么样转换成虚拟实境，让你可以看到甚至于走入他的画作。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位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在他这样子的年龄，他还是不忘记去了解各个不同的科技，可以让他的作品跟结合这些科技的力量，去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界面。馆长同时介绍，彼得·库克是实验性建筑团体建筑电讯创办人之一。2007年因卓越的建筑贡献获得英国女王封爵，被誉为建筑界顽童，对全球建筑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这次呢，邀请他来铭传展出，对校方而言十分荣幸，也期盼透过免费开放，嘉惠在地学校和社会大众，启发孩子们的美感教育和创造力。他的建筑的作品非常之多，大家可以看到，甚至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像一个外星球、外太空的飞碟的舰艇停在这个城市中的这个作品，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那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邀请了我们的非山非市的一些小学例如寿山小学，他们就会来带着孩子们校外教学来参观。展览自即日起展出到10月23号，铭传大学校方欢迎民众预约进场，走进大师笔下的奇想世界，共享一场国际级的艺术飨宴。这里听报道。以往每周只营业周4和周6、周日3天的台南花园夜市，10月起每周5也加入营业。为了宣传这项好消息，特别找来人气团体 Energy 助阵，直接把夜市变成万人演唱会的现场。适逢花园夜市20周年，还推出负200换300的优惠活动，抢攻人潮商机。反正要吃宵夜，要去花园夜市，好不好？花园夜市宣布加开星期五，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找来唱跳人气男团 Energy 来助阵，用16吨炒热现场气氛。现在是团员们还一一列出自己的必吃清单。归队的舒伟还说，台南的美食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适逢花园夜市20周年庆，现场也推出负200换300的优惠活动。之后每周4至周日变成连续营业4天。4、5、6日的话，就是他们连续4日，依他们来说，他们上下摊会比较方便。那第二的话，游客的部分也是蛮多人在问说，为什么你们星期五都没有开？因为蛮多人在问的所以也是因为游客这个部分，我们才想办法加开星期五这个部分。夜市是台南市民的日常，也是旅客来到台南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市场处的吉祥物夜骑鸭也持续在各大夜市游走，协助推广夜市的文化魅力。但夜市其实在不管是国旅啦，或国外的游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地点。台南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特色夜市，像花园夜市这边，他们今天加开礼拜5的部分，其实也是思考到说，
整个市场性部分其实是可以带动。原本朗朗上口的台南夜市口诀是大大五花大五花，如今重新洗牌，3大夜市周5齐开讲课，让周末的台南热闹非凡。记者是怀谈的报道。位于新北市三峡区北大社区的儿三公园，经过全面翻修后，摇身一变成为社区亲子共游的热门地点。无论是假日或傍晚时分，都能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放松。为了提升整体的安全性，里长李培玉积极向市府争取经费，设置监视器，让公园的环境更安心。位于新北市三峡区北大社区的儿三公园，经过全面翻修后，摇身一变成为社区亲子共游的热门地点。无论是假日或傍晚时分，都能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玩耍放松。南园里的儿三公园，那当初为什么会架设所谓的监视器？是因为希望让小孩子在游玩的时候可以更安全。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是，算新北市第一个用里基的部分里部这边的那个经费来支付。那我们这里新设置了2个监视器在这边。那在画面的截取的话，是由我们新北市的警政单位来做一个管养。那维护的费用还是交由我们里基未来的经费来资助。为了提升整体的安全性，南园里长李培玉积极向市府争取经费，设置多支的监视器，让公园的环境能更加安心。那希望就是借由我们这2个新设的监视器，让我们的南园里更安全，然后小孩子在这边玩的时候，在治安上面的时候，可以更加强的帮他们做守护。这样用基金，用里基的经费支付，是因为，其实在这一个部分是要看各个里长的那个想法。那以我南园里的话，目前是有2个里的2个公园有设置所谓的监视器。这次的监视系统建制经过区公所同意后完成，不仅提升治安，也让画面的存取权更加开放。未来若民间单位有需求，也能更快速取得画面。从游戏环境到安全设施，儿三公园不只是孩子的游乐场，更成为社区居民共同守护的幸福角落。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传承2代的老字号鹅肉店近期搬到4维行政中心附近重新开业，招牌的酥肥鹅肉口感香甜软嫩，让许多饕客齐齐称赞，还曾在网络上获得全台鹅肉饭人气前10名的殊荣。粉红色的鹅肉在白饭上层层堆叠，透露着些许油亮光泽，与一旁的软嫩笋干搭配，咸香与清爽的味道相互平衡。这碗招牌鹅肉饭好吃到还曾在网络上获得全台鹅肉饭的人气前10名。第一次想要尝试的话，我们会建议先吃个鹅肉饭或鹅肉面。我们的鹅肉是当天现杀的，然后它是用酥肥的方式去把它煮熟这样。对，那我们的肉会跟别人的肉不一样，我们的肉会呈现粉红色，那它都是全熟的部分的，只是因为我们做的方式是酥肥，所以它的肉会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熟，有一点血水，那个都是正常的。我们的鹅肉呢，它就是都会切成肉丁，就是鹅肉饭的肉丁。就是跟外面那种鸡丝饭不一样，我们是切肉丁。那我们会淋我们自己自制的咸水的咸汤。那鹅油也是我们自己熬的，就是每天的那个现杀的鹅，它屁股后面那2段就是最肥的那一块油，不是那种脏的油，就是好的油。这样腿旁边那个大块的油下来，把它提炼成鹅油，然后再用油葱酥这样子把它偏过之后，那个油才会香。对，那笋干我们也是有特别挑过的，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筒子笋子。对，我们的笋子也是很嫩的那一种。即便才刚搬到新址不久，鹅肉店一到开业时间，生意依旧火热。不论是白饭还是汤面，只要搭配招牌的酥肥鹅肉，都能成为店里的人气品项。我们这边是今年9月16才刚开，那我们原本是在复兴三路那边开14年了。因为爸爸在新北五股那边就是已经做20几年了。那因为他年纪大了，希望我们去学，然后去传承他的手艺这样。那因为我们是在高雄在地长大的小孩，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口味带回来南部，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就在高雄的那个复兴三路那边就自己开业创业，然后从什么都没有就一路做到现在这样。传承2代的鹅肉美食，从制作手法到调味细节都一一把控，确保饕客们能吃到食材的原汁原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
桃园一家饭店业者主厨将常见的下午茶菜色结合中式的创意，打造出久放不柴还能保持酥脆的炸鸡，就连酱烤猪肋排都有了新生命。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牛排刀划过，可以清楚听见炸鸡外皮的酥脆。桃园在地饭店主厨将常见的西式下午茶菜色融合东方香料跟西式手法，以创新风味重新诠释经典美食。主厨特制的酸奶花椒脆炸鸡，融合花椒的青麻、红椒香辣跟百里香草本气息，外皮金黄酥脆，香气层层交叠，每一口都是脆麻香的完美平衡。我们可以一边吃蛋糕，一边喝咖啡。让我们这个炸鸡也不会软掉。为什么？因为我们加了再来米粉、面粉、玉米粉去增加它的一些脆度以外，它可以让这个表皮它在短时间内至少都不会有软掉，或者是就是让肉去干掉的情况发生。它就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还是脆的，且肉也是非常的鲜嫩多汁。美式肉酱薯条主厨也重新调整做法，推出帕玛森肉酱薯条，2种绞肉搭配洋葱、红萝卜等蔬菜细火收汁，香浓却不腻口。因为肉酱有着浓厚胶质，薯条还不容易被浸湿变软，最大幅度保留口感。我会加入牛筋与猪皮。让它去增加胶质。那为什么要去增加胶质？其实就跟卤肉饭，它会有那个胶质去扒饭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会扒在薯条上面，但是不会让薯条去软掉。像很多的肉酱薯条放下去以后，我们整盘薯条都会变成是只有肉酱跟软烂的薯条口感。那我们像各位有看到是薯条。它就算肉酱上去了，它还是脆的，且我们的风味也非常的浓郁。我们加入新鲜的牛肉与猪肉，用手切的方式，避免去把它搅烂。那还会加入烤过的茄子跟红黄椒，去增加整个肉酱的一些鲜甜味。烤猪肋排更是创新，打造黑糖叉烧风味猪肋排，用黑糖跟香料腌制，再用低温慢煮疏肥所汁，最后刷酱高温炙烤，让骨肉轻松分离，肉质细腻多汁又美味。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用港式叉烧的方式去制作。那我们那个猪肋排，它有加一些黑糖啊、孜然啊、红椒粉啊，去做一个腌制。那还有许多没有出现过在中式的方面的香料，我们是用西式的方式来腌制，港式的方式来制作。那所以我们会用低温烹煮的方式来让它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入口即化的，让客人一切开来就可以直接把骨肉分离。那我们的酱就是用黑糖去制作叉烧酱，让本身叉烧酱它是它可能会有点过甜，但是我们如果是用黑糖，它是浓郁的同时，它不会带那么甜的甜味，那就很适合搭配我们的猪肋排。主厨发挥创意，将中式跟西式手法结合，重新诠释经典街头美食，以层次丰富的香气跟多重口感，带来前所未有的味觉飨宴，让大家在下午茶时间满足聚会的热情、舌尖的美味以及放松的悠闲时光。这6一腿报道。位于台南市后火车站的5星级饭店，即日起推出马来西亚美食节，邀请2位吉隆坡星级主厨客座献艺，一位是皇室的御宴主厨，一位是世界厨艺大赛金牌的副主厨，推出超过20道正统的马来西亚美食，包括人当牛肉、椰浆饭、马来沙爹串、炒粿条，把荣获世界的榜单美食到街头的灵魂料理一次呈现。位在台南市后火车站这间5星级饭店，日前推出马来西亚美食节，邀请2位吉隆坡香格里拉星级主厨客座料理，推出超过20道南洋料理，有登上世界榜单全球第1美食的人当牛肉，杂志称赞世界最佳早餐椰浆饭，以及马来西亚街头料理与家常菜等。
我们会在这个餐厅推出期间限定的马来西亚美食节。那这次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姐妹饭店的2位客座主厨，从吉隆坡香格里拉饭店那带来非常经典的国际榜单推荐的料理哦，以及他们在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以及家常的一个佳肴。那他们这次总共带来超过20多道的料理，每天会在我们的远东咖啡厅午餐及晚餐期间轮番供应。那我们在南部的饕客10家，在这段期间都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马来西亚的料理。那包含很著名的仁当牛肉，那还有许多的凉了，还有所谓的拉萨，这些经典必吃的，就在这段期间在10楼远东咖啡厅期间限定。2位客座主厨沙菲里专精正统马来料理，常年负责马来西亚皇室与政要国宴设计与烹调，而副主厨阿里则拥有14年厨艺经验，而且曾经荣获2019年世界厨艺锦标赛金牌。2位也在现场示范料理马来海鲜炒面与凉拌系列。Festival and eat with our family. Yeah, like the Malaysian festival like that. 基本上这个菜是很家常也会炒，但庆典会特别用，当然就只会用这个海鲜的不一样的价位的海鲜哦，看可以抓成神秘的酱汁哦，有黑酱油、蚝油等等的酱油，然后就可以上台了。这20余道从街头小吃到荣登世界美食榜单经典佳肴，到马来西亚家庭餐桌温暖滋味，有沙爹串、咖喱乐沙等，与该饭店10楼自助餐轮番上桌，欢迎喜爱南洋美食民众千万不能错过。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以上就是这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祝您顺心，我们下次见。